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。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对呀。反正我在家待着无聊，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露露，那好吧，走吧。今天晚上想做什么菜呀？都可以啊，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多买点吧。我知道少爷喜欢吃什么，我把少爷喜欢吃的都买回来，让你做呗。也行啊，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，多买一点。顾西城真的让你来监视我？是啊，常总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顾总最近处处在针对你。他针对我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。安安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时刻惦记着我。 常总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。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